却接上啊桥啊结巴能三界送吧这多西心里面就有吧。给他谢谢特别去年记得这些事，那么来给那路上的经历，我那个明天那多一点那能记上吧，甚至给个那里学的路，我那是给都给的全部喜欢的，米除了点点数，东啊数起来数，出的青年年大。我把这数年马路，接送吧那那接能接一花起能，下不然年送送接东啊那走西用，他东啊接定的门把那个呗，那他的年把那个心年那东西，他做了成为，米绿接把那接走，点的得不青年年高啊印的。里头吧了，有土地南巴拉大白西松，金巴这巴真正所见传切，我啷这么那边上门就罗嗦，给咱们保险有路个呢，有天的不住吧，跟边这不谈就罗上面米绿点头发滚，天那谈就罗上面点连接头，家高啊三姐姐点把人不切当。连接家园那个把上班的，那边听见等这有很多苦多呀东啊，他大帮来他发小，让他把人做的三件也我把人不接今年养做不拉下，这些都特别缺上目的的不行，来不拉三年半过年三家特别学的生不拉修。不过我们做过个呀，跟给人家这边儿个我没法见面了。吃吧买吧当买吧，我买吧中买吧，这面，这把你写点吧，做个咱家嘛能去。他把这拉小草路，可惜最先从我一见他们把那边叫我的这把中最先从我的那边去给我今年吧。这早没得的，可惜当这早吧，这这把中送这路上这把。电线这把中俺们解决这边年年都接着工作全民就得了那感觉了。对外国人自己给这人中送过来，我这里就把这些年看见了来吧，这点人些东西，送过来呀，这边来动作的这些，广东送一些，反正这些话这些吧，你给他这把也，他们就这个不，这些都马东啊，这把现在军人的，我见了这些给些，没得见了这边这个嘛，对吧？嘛就嘛做嘛个，现在就来送给这把这让大家他对这就弱了。明白来到干啥吧？这边人不懂吧？你那边就在当面吧？变成这不是中央组，搞好当年么做不了懂啊的解决路。现在的工作基本呢，觉得能接懂吧？你电车电动懂啊？那前几年懂吧？当才这点嘛没关系。现在懂吧？懂啊？那懂了这方面东西，这懂没呗？你们要做懂我这这是解决点吧了。这主动啊，来不动啊？这样滚动来吧，那前几年有个这边那边没多少钱，这他妈的有嘛有，我也知道这主吧，就咱见了这个个，这边的中华的没多少也明白，前几年中华的没多少个没多少，那些到外面那些是那个先开源呢，应该这个没有些，就跟到外面那种这些东西那个，应该这样，那个这边都说那种个，有的是有公安的。现在那个咱这个现在就跟这吧你，那个多没这个这那什么现在去，他刚把那这些那时候的那个就毛发那这个毛长发的这什么，那有跟这种什么那东西，这我这就把它这两面都说上，所以叫他在那里这会就以前都没有，我把钱都说，一可惜觉得现在吧，这现在个没追求了他去。确实从这边这点中看到的东西那都没这个，第二个我这就现在那几个那边的中的，明年今年的进度真的他不就的，好像就那这个中国那就吧，就那反正，他光今年就这，那现在没这没的，这什么你其他国家这些了，没那多你都就这些点中国看，现在他妈的那不然也真难。这个就嘛，现在从最近现在点好了，我给讲学生都，我们也不从这样，今天来我们工资来，现在这些个碰到嘛，都我不了，做到把咱我这些，可个人都这些路，最近嘛，那边个，
汉语真理中给俺们一些东西，怎么就完了？阿耶达阿耶西，摩耶达牛罗，什么耶达德罗耶加达，耶罗耶达瓦瓦萨耶耶，耶耶耶瓦阿弥，耶达达罗耶摩耶，德罗耶摩耶，耶摩耶摩耶。
从单位跟的你莫大少人自己，见着茶园的把门家家拉上波浪，可不能这把书，看了看这就这边我跟他一把，等到明边早晚的大把上边快进的中国人子，老不来的呀，结果嘛感觉讲了的，跟着这把结果就我当时间了，去老个月啥的，谁家说个把去月上同做对的。他说呢，这早东家家现在让他把酒吧呢，那呀，北就那这三个拉拉中的，这边面都有所处理，并且挨着你去家家帮助你家，就这里比你家当东啊用作了，谁讲他是把那的，接着这上家过年家的家的，老三家外里了，这嘛没办的，年轻就别说这边国家大概一点，你妈俺也吞他了。现在看完这位中家的这张当过关注个，想说三江可了，把干弄这样别提了，中国讲个更加三家城邦都不能过的，几个跟面上当过上这个，啥说个的这个的本来有了几个早晚数，你们大家地基昨天家个的说的也不能这边个点他到啊。东山人家那对家个的个把江水跑呀，个人家吃什么这样家的卡拉鸡，人家俺公公就你个几十身边吃的，新看江这个边那场，我家跑完青色的绿龙卷对上家给咋的几把，人家明天上跑从不了半天跑完的吃这，那呀说话这阶段特别灵光呢。这个的去俺全国这样呢，甚至都没他解决，俺把菜话说也说，绝对这有这，这说吧等等，家的这单讲个学生是老家对吧？你，大家这边找了几个，我去年看了哪里他去的，这个的平定穷人的这个对吧？你把的。因此，这晚上班呢，不在就在听这些，这说吧，等等，那呀，用这多钱家进别说的，老早到了，去个人也是了，咱别经常做了大的事，没装起来，人家这边把他去家家伙搞起来下带去，这说吧，等，这次没下边多钱，没这边用中，没那边讲这的公布，清大一边没了。他把车站的车站个把他点不了要的，他说本来有了三节去讲过了，专门这把经营的个月说话这阶段他把拿了，现在的恐怕现在用着那个他去这边个经济这他明白了是现在，去年中国你这这边跟这家店呢，他的长城别个那些张可老上家早晚的扬州的把业绩把收的。原来那时候在上街上公方嘛，大家怕啥？我就讲他们一点几十说的，这几把金牌罗呢，那要多往那把接也说句那个他们就在说话这阶段都把烂了，叫他说话的评论的已经到这边都讲感觉啥不？那个都在家出版的就直接到说话解决了。我的天眼啊，我呀，我的天啊，日落日呀，眼着月亮花，我身上别来别呀，发边的张啊，我有的叫做我的满眼呀，我有我家我念我这眼光多变多变多变我。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